大家好，我是Михайло，我是乌克兰人。今天是2025年4月24日。今天早上LSE群队用导弹、用无人机又袭击了乌克兰。他们袭击了基辅，袭击了哈尔科夫，袭击了别的城市，炸了城市里的住宅区。因此，非常多人受伤了，有人去世了。难道俄罗斯人真的以为这样他们可以逼迫乌克兰投降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乌克兰不会投降。更何况，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越多，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仇恨越深。这样，乌克兰人只会加以支持乌克兰军队，加以支持乌克兰政府。俄罗斯什么都得不到，特朗普帮不了他们。